根据卫福部统计，30岁到45岁台湾人，这4个人内底都有一个有紧张、郁卒的心理问题。所以卫福部为8月开始扩大施行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。在15岁到45岁这中间，一年会当有3届免钱的心理咨商。今年未满40岁陈先生伫咧做业务主管，还讲一个今年要读小学的囡仔。甲诚侪兼顾工作甲家庭照顾的3名伫世代同款，定定感觉压力真大。聚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稍微闲聊，那其实也常常听到说，你工作蛮顺利的，但是你会从他的跟我们聊天分享的过程中，会觉得他其实也蛮多心里面的一些压力。自己给自己很多传统女性的观念，还是要做好妈妈，然后太太，然后女儿的角色，觉得好像把时间都分给了所有的人，没有什么时间给自己沉淀下来跟照顾自己。卫福部统计，个人定定看到的精神疾病、忧郁加焦虑，以30到45岁人口成功率上悬。最近10年成功率是到25%左右。每4个人内面就有1个人有心理困扰的问题，所以扩大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将年龄的上限由30提悬到45岁。自今年8月开始，15到45岁青壮年族群，每1个人一年会当用3遍免费心理咨商服务，同时服务也改做用个上网到地域的医疗诊所有效，唔免搁再一间一间敲电话。扩大举办到45岁，所以15岁到45岁的年轻伙伴或青壮世代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有免费的3次心理咨商，后续还会有高风险的转介。那服务的民众呢，额外受惠的有高达525万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睡不好、吃不好，然后心情不好，还有脾气不好的时候，可能就要留意一下，大概心理健康这个部分是一个提醒跟警讯。心理师鼓励青壮世代，若是伫咧工作或者是家庭的变化、人生的多重角色转换，加减会感觉未适甲困扰，这个时阵就应该找专业的人员斗相共，协助身心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